前13日，有民进党的前党工指控前副秘书长林辉环对性骚扰案件处理无妥当，党内酸言啊。虽然党内认为林辉环无违反规定，不过林辉环今仔日宣布要退选立委。这段时间经过审慎的思考，那我决定退出2024年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那虽然中央党部所做的调查报告已经厘清了事件处理的过程，也厘清了我并没有吃案或包庇。 但我想，作为督导部门的当初的长官，我仍然应该要以更高的标准负起政治责任。林辉环讲，顶礼拜就暂停选举的行程，配合调查，针对退选的决定有和党中央沟通。民进党本地定调林辉环参选台北市第3选区的立委，对手国民党王凤仪就批评林辉环和前新北市长林志坚当初时的退选声明拢同款，拢在闪一人。